妈几时人中日嘞？系冇？给妈妈抱，给妈妈抱。一个星球就像家妹的穷样呢。哦，蹦了，蹦！哇！太水了，快点吃饭的。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用厨师帮我。哎，你不能动，60秒盲抖，60秒盲抖，哦，那也膝盖了，哦，还是我的，不要偷懒。第一次嫌时间太多。对啊，哦，那你要准备用的厨师帮帮。哦，厨师帮帮的是我了。哦，60秒继续扣题。应该没穷听众的呀。没哈。对。你们在这边，我好紧张。那我们先，我们现在过来，你会紧张吗？有一点。有一点，那我们就过去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楊淑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莊百強。今日當番喜過來到桃園呀，大位啊來請清厲害嘅料理熬年哦。嘿，冇錯哈，這個清理哈，年健哈，土健還有古鄉性哦，大白來到兩票，盤都有專輯咧。就你啊？就我留在這邊。沒錯。好了，唔該你，接下來馬上就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盧正明盧師傅。大家好，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，大家都係分享到係青友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講嘅大家好。阿峰哥好。接下來呢，我哋要做係當難得看到一種組合哦，來自楊梅 Tiki 嘅簡陽老閃 QQ 下來哦，分享到子春老本書阿姊。歡迎。非常定應先，大家都看一下咱最今日分享到係來自兩灘嗬，呢兩沙係爸爸帶領嘅來而強下來哦。范德忠、韓國范哲安，總算歡迎。啊，一兩沙都係中普師所老朋友，那這個德忠哥哦，好，先來搶高一下，一個文書記老先 QQ 下來，可以來感情十分的好哦，唔該來搶高一下，楊梅了頭邊有乜嘅好搞好食好料嘅，俾大家來小記一下。要計昨日看到台北102嘅亞健哦，啲人都識水行葡萄係嘛？昨日看得到101哦，昨日。唔錯，能擺看一個跨年煙火嘅時間，唔是認真人，呢個嘅來到楊梅，來到楊梅就昨日看得到。哦，來看一下吼，其實有兩攤未當到好高好食素材撈景點嘛吼，撈大家推薦一下。那兩攤有那個龍潭大使哦，南天宮。南天宮有個太平桶，當班有個小船可以去划船、約會啊，好都生意的醫療，還有環湖步道，旁邊也有一些很悠閒的咖啡廳，哦，也有戲水池，歡迎大家去龍潭大使玩，謝謝。韓國基佬因老你也不用動加皮改片了哈，有喊都會喊啊的。哲安就在這樣的幸福之下結晶出來的，啊，哲安唐公係走市府黑嗎？做師傅，他現在還在讀那個在實習而已，就是練習而已。好啦，一龍潭太子啊，重新睇下都係當了嘅一個景點。咁他兩組都推薦出當好嘅素材本，睇住間能擺嚟到桃園嘅時節，做得起老料。唔該你，馬上出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料理風綠蛋，兩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啲料之前，唔啲會儲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嘴會因為太緊張亂分毛，還有兩嘴冇儲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上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耶！好，又到了料理風流等嘅時間咯，本台期間都有挑戰。其實呢，我跟博謙是最幸運的，廖啥不是挑戰，走，師傅也要挑戰。先來問一下盧師傅，今日嘅菜名係乜嘅？豉椒炒排骨。挑枝椒炒排骨啦，哎，是哪一種椒還不知道，到底是糯米椒還是辣椒還是青椒？哎，不過根本嘅換個主題嘅係換排骨。哦，是換排骨。嘿，這就是只等下地北都係排骨哦，其他兩種吼係馬嘅食材，等下看好冇？好，那我們派出誰來猜拳？我們這邊要大傻來猜拳啊！好，年輕的吧？好，你後上師傅來咯，好。箭頭石頭布，耶！子純，你要先嗎？開始。先把地獄抽走。
1、2、3，哇！这个好好吃哎！哦，亚弟懂对不对？要按到马盖，这是什么啊？五二饼啊！这个很好吃，可以直接吃，不要什么焦炒的吗？好，来，可以都做来拿点。你们有发现哲安深吸一口气吗？哦，好的，不许洗手嘞。好，但是哦，你要两种2选1，是就是加黑该拍歌的2选1的机会，就看你很人呀不很人哦。来，你要先唱对吗？这个好，1、2、3。哇，板眼！真哦，天师，你再深吸一口气吧。超扮演呢，哎，做得啦，就是用助喊扮演呢。好了，对不起了。可以啊，可以耶。我还还知道今天挺可惜了，又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对呀，还是这个给你。啊，夠講啦，嘅動好作先，但是我睇到呢個，可能個地位都明顯排過，不可能吧？1、2、3，排歌啦！好，謝謝給藍隊來。喂，你好上音誒！好啦，太子家都拿到起來實在，唔過但最主要係就是老地亞嘅糯米酒哦，都帶用了周邊花木香嘅色彩，馬上就來進行挑戰咯。都帶亞嘅透絲，我來酒炒。亞嘅烏嘅餅，也係亞到尾係扮演呢，那只會靠好食嚟感受一下，亞到有信心冇？風吹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大家都看一下藍水哦，下台上哦，藍水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謝來全部強壯哦。我們知道比賽馬上都出，3、2、1，馬上開始。哦，大家開始哦。該下呢條手度該烏餅哦，今天不一兩三吼，有點想破頭吧？那鹽酥雞那樣子啊，冇強壯嘅。我在想講，佢做啲落去拆解一下未做的。來，今日你有廚師天數你60秒，有想說要怎麼樣來請廚師幫忙嗎？你下愛先種東西種好來哈，我將來請你師傅來幫忙。備料先準備好，係嗎？先備料。子純你好趕你嗎？哎，哇！可是不會講。文小姐，你會請到暗號嘅請求？打電籠去請咩啊？呀，那請咩呀？唔請咩？那也打電籠去請咩？哇，那一天買個電籠暗號，我也要去買一個。老闆來介紹一下。等下該粉我做嘛該？沾這個的。沾粉哦。5分就落去炸。因為比如直接這樣炸，怕餅乾會直接開。那我想說，才說用粉漿，看它會不會這樣直接粘着，會比較好。對。咁個嘅粉漿可能會含尿係冇？對，太子，你都會上我用嚟切成，我上下也顯嚟輕用嘅，差唔多會顯嚟較好。等一下你要處理的部分交俾師傅咯。然後你這個可以切塊狀的，一顆一顆嘞，這樣。你跟他講哈，交俾師傅做個虛接，他們兩個這樣。我們你先正批後切了，等下兜上來我們就請師傅幫忙。就看到就唔掂用完咯。妹妹，那你正批啊？你們先把食材正批後，等下兜上來就再用廚師天數眼，好嗎？好，等我們一下。OK。來，我們單純來。沒有，我們這邊呢是要來學習的。哦。因為呢，范大哥懂不會做料理啊。觀賞，呢個算係第3台嘛？第3代。那也第4代。哇！對，就是料理啊，嘛個派二為榮。那就是你們有冇按有喊做得來參加咧？你睇全堂生意冇好有冇？聽說這邊有通告費啊，來2位。不是按學菜，不是按學菜。係因為子純好像在推廣一些做錄音家嘅做嘅東西啊，係冇？嘅進行啊。也到國健署推廣一些老人家吃的一些菜色，就是質地飲食，做的助漢陽德味哈，它入味，它比較小口，好給一些我們台灣的中高老年人，它好比較好消化一樣。所以今天做嘅菜色東西含一兩沙來選，有冇應講？比較好適口啊，對不對？小心一點。哦，說話要注意。像你扮人哦，你會家下手度係後樹哈，用乜攞去結合起來啊？來，想我等下扮人有冇沾一點玉米粉來炸鍋，差唔多從你煮扮人煮同嘅樣飲煮到爛爛，然後再用了飲時啊了就吼來做配料來炒啊樣飲。
就会很像那个印西亚排骨。哦，吃看那里。好，记得白粥。长期的动泽安是七家现在来做种朴实那条路，也还本爸爸养熊都有。哦，爸爸 B 也有是不是？好啊，就是小时候看到大嘛，然后长大就是想学这样子。哦，你了下讲你系几多岁？今年26，升高一，就读永平高中餐饮科。哦，永平就是专业噶科班的嘛，哈。他想要传承啊，所以就带他出来顺便学习。好棒哦，真的传承。好，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嘞。好，看看哦。你先走一下，等下你张都走，你再给听我幽默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怎么开始炸了？哇，哎，其实不错呢。但是我想问个问题哦，姐姐。等一下，你会破过以后，我喊会炒酱系吗？炒落去，基本面系吗？帮我们拿两张。来抹炒。抹炒哦。抹炒。了诶，装好。拎上去。快点。做得，要炒落去。软冇嘛，好小心哦。哎呦，可那个时间有点久嘞，你快些哈，要那个离家出走了。啊，因为等一下他就该拍哦，做在用哦，我用到哪一刀？两下也系等一下。两下用炒料。好，来小队长，我先检查。差不多嘞。好 ，OK， 来，厨师推出来，那先骂啥？2个都很厉害，系嘛？都很厉害。请才啦，那个客户。起啦，恭喜！好，来恭喜！蹦了！好点吃饭的。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用厨师帮我。起啦，恭喜！好，来恭喜！哦，这款下不应款3秒钟。好，继续开始。好，炒一下啊，现在别掉。我加油呢。可以了。冇加油，加油！到第95加满啊。嗰條油黑夾啊，一小油黑夾。所以頭薯實在不用落去就做得咧。現在會別香來。好，別香啊，胡椒粉啊，頭油啊，湯啊，煮得醬。煮好嘅時，呢啲個玉米粉就係勾芡，好勾芡呢是擺好來淋上去，好了，cái勾芡好嘅時咧，它是叫的。OK， 他已經聽不懂了，先調味。啊，挑每個部分就建議係每頭嗎？其實是很甜樣子做的咧，因為調時咧要攤咧，哦，那你就冇冰山，用啲調油，哦，米酒，它也是做的。勾芡要先麻用嗎？勾芡，麵粉給我們。麵粉我有。麵粉我做乜嘅？勾芡。哦。我倒數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一下，停，好，做得啦，好，謝謝。剛剛要勾芡我記到，大家直接淋上去嗎？煮好醬淋上去做咧，調油啊，火鍋嘅東西基本上梗係醬，哦喲。小心不要太多。因為很鹹哦。因為調薯嘅本蛋係鹹嘅。要不要加一點糖？哦，糖綜合一下。子純很厲害耶，木卡都幾多會煮嗎？我家的掌廚啊，就係一家之主哦。哎呀，有子純在就風險咩？哎呀，幫你炒就好。你等下都進來，好，謝謝。我要加一點。喺度看一下，澤安兩下做乜嘅？然後炸板人。忙婆啊！還忙。哎，澤安，我問一下，你現在在做的這個是什麼？拌人。為什麼要過粉？它會黏住它。黏住，它會黏住。哦。你要小心。澤安算是我們客家新生代的廚師哦。落去破蟲嘅一個爆米花用音哦。這樣做對了。你意思係講一下就好了。哎，還沒有動起來不哦？也是鹽酥雞店啊，該普通板人。炸還沒黏住它，都炒。我原本看起來好鹽哦。就會蓬起來。哦。蹦了！好點吃飯的。好了，關我。好了，還沒，再。啱啱係啊，最好的時候就是這個時候用廚師幫我。
哦，还会跳呢，还会跳舞哦。哎呦哦哦，一宝宝呢，那可是炒的。哦，哎，那哲安在家里也会帮忙做菜吗？有时候假日休息会帮忙厨房。哦，成熟的哈，一样哦，那个蒜头哈，现在比较一点洋葱、海葱，还有洗落去嘞，辣椒爆香，这甜椒、红甜椒。哎，线上来问一下哈，像个头绪做在现井米酒吗？没做得啦，没做在现井。应该是差不多了，落去调味调好。因为挑木有两半挑，挑嘛改。挑油米酒的底嘞哈，胡椒粉放。我发现师傅的想法动巧，呛一下锅哈，香气比较有哈。哇，胡椒粉哈，哎你还椒粉，他刚饮比较喜欢胡椒粉哈。干米酒，刚得要炒哈，综合一下，综合一下。阿哥，我来看你挑都差不多了，等一下还有不还有做嘛事情吗？哎，等下试味道的时候，哎，你很师傅吃看下，看要切好吗？哦，你讲60秒半计量啥起眉头提饼，看都对嘛哈。哦，这样会不会大材小用？试看啦。会吗？会不会大材小用？不会。好，啊，拍2卡点，我们请哲安来讲好不好？你讲主食天数奶。跟着讲主食天数奶，好，因为咸奶沙了7块眉头。好，鲁师傅好来啦。恭喜！吃块那眉头多得嘛，多得你就以。哦，开始。我在起60秒哦。停的是。莫买暗恋呢。昨天停的60秒嘛。停的是。你留到第3秒，直接摆吼是有起。等下冇听1秒，可以专一这个去干。多得嘛。冻寒，都要吃了，吃米豆哎。2大汤匙的汤。我那几根冻汤，你个头是没含。哦，那多的嘛。你不能动，60秒盲抖，60秒盲抖，那也膝盖了，还是我，不要偷懒。第一次嫌时间太多。对啊，膝盖挺多的。摆盘嘿，摆盘等下半鸡摆好嘞，记住去自家来想法。好，可以啦。你把它的花打开了呢。这样子嘛，花开富贵，对了哈，对，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 ，Hello， OK， 好，这种阿哥喊落去举多的，哎，你也凤雄不错，哦，啊，你稍稍坐空，好，那差不多过点手艺就好了，吗？哎，我们这个，哎呦，有勾芡了吗？好像有了耶。还没勾芡了。好像不用了。不要太多了。刚用的把时间要差不多哎，你就来倒数哦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出来，吃看那第一关地度，乃木凯米西卡战斗嘞。耶！好，三下来呢，马上就来看那个头丝含个糯米酒，炒出来无看的色彩，那一组看好色，马上前对风吹来品尝。你一笨蛋是做甜食咯，哦，今天做咸芥，咸梅做得咯，它基本就好，它有嗰個表面又反出嚼出來。韓國嘅外圍因為有些過分破過，所以它啱啱擦擦仲好食。而且懂甘咪耶，比鹹甜，鹹跟甜就是最完美的搭配。古手工也不變 ，no boy 呢又冇用過一口感，我覺得非常棒。子純你覺得呢？好食。一邊冇做過牛料理，其實含意好食，錯冇？冇試過，你啊 no boy 酥酥地不都柔軟綿密，好吃。好，你問一下咱就這種阿哥，你除咗幾樣啥做怎麼辦？總有創意，像我們頭先講嘅鹹甜的都係很味道獨大。夢想都係按用嘅梅西吼。哲安，你的想法呢？我覺得也很入味，然後口感酥酥脆脆，蠻好吃的。夢想用先看一下，咱去做個扮人哦。好，來吃看啦，藍切扮演。又破過前期又正差咧，因為佢下會吸它的種子的。韓國嘅鹹甜味，因為挑到度好。那所以要做變做一種新的菜色咧，可以發出來真係很棒哎。韓國從解下阿哥嘅講解，你真正經東西合該濃應該都一些咯，該適口性啊，還有該軟嫩程度，還度好。有沒有太亮？我問一下子純吃會用吧？可以。按用的料理你會接受嗎？我是個愛的料理，一回事啦。
以后说哈，因为个调丝又炒了又香哈，用米又做出来。我问一下这种阿哥哦，自家做个板砖呢，用半型100分，100分还挺少的。真嘅呢？没有，用来讲，因为板砖某人按用做过啊，听说那一坡婷婷啊，调丝个板砖哦，一盒的。哎，南麦贴着白粥，哎，今天我发挥一下想象力。哦，那哲安觉得呢？汤圆 QQ 也不会太烂。然后汤汁也都有吸到，整个按哦也风吹到烂水吼，因为吼烟本哦，该制作单位就本机都个地狱，不过结果吼走出来变天堂呢。对，没有想到呢，抽到排骨应该是最不好发挥的，因为呢比较普通一点，也不是这样啦。好，马上呢先来数盘呢，等下就来评分喽，哈。好，真紧就紧中流，马上呢先来向鲁师傅向本分数。好。好，冇关系，还有一份嘅机会要看一下阿峰哥抢不分数。抢手。阿真平师傅抢公平。这两片吼，梅头村有国家自家的梅头，但是今明仔日咧红菜按到豉椒炒排骨，咧有个调丝的梅头，好，还有天意中的梅头，是有糯米椒，好，糯米椒的香味，咧片可能冇病毒。糯米椒的香味，吼，可能是正差度咧做一只香味。其实两面炒的遐调丝出异香，好正差度冇病毒咧糯米椒，好可惜的。要会少睇咧，哦，不过阿峰哥嘅想法系嘛？好，那么本两片吼，本蓝对两片啊，应该讲讲吼，几该炒的味道、调的味道有如何？啊，俺冇本两片，俺想法是讲吼，你甲炒的时这有啊，甲水在变下倒掉，符合边个拍系分机稍微微进去，该符合地位才有木头，正差度安用的啦。哦，但场林上可能冇买，嘿，还冇差一点啦，嘿。不过今天我先鼓励下梁祝全景经动厉害咧，冇唔错，一个调丝啊，吼来做变化料理，居然厉害，赶紧懂经典的一种料理方式。上好的呢，就搞本地的鲁师傅了，可能一个调丝，还加糯米椒炒排骨，叫肉来表现，马上来看啊！哇，遇到鲁师傅的表现时间，不过他今天算是抽到这幸运食材哦，排骨。哎，你的食材应该不是都介绍的哦，嘿，因为完全 Q 用对不对？完全用啊，先来处理来肉啊。好。因为俺时间关系，姜袂冇盐味，所以俺哋一定会放小心机，俺个白白个样嘅。好不容易好加成盐味。下面按好加素。好加素，还有好加盐味，还有梅头，好。哎，其他的不画，其他我偷偷弄好了，不要讲，不要让两地听啦哈。其他应该跳弄好咧啦哈，一啲调油、胡椒粉。哦，先录一下。汤。你还没上係手到肉嘅優勢啦，我哋先錄。没冇一定係優勢，因為肉啊，你是注意佢嘅梅頭，有梅頭樣嘅。鹽酒的味道，我拿的是酒。好，香油。好，香油，好，还有个粉啊，玉米粉，让伊下已經第一位好嫩啊。哦，粉係天錯嘅係嗎？叫佢好嫩啊，咪包覆個肉啊。啊，等一下叫佢好會直嚼，係叫佢直個嚼。粉會幾多啊？你是小哥自己看一下，不然完全吸附樣之後咧，哦，有吸附到是到的咧，其他咧準備咧吹了。看看有问题吗？还是觉得他这个太简单了？真的难的是你们刚才。用打怂嘞哈，大概符合表那咯。哦，那了准备用咧厨师帮帮。哦，厨师帮帮啊！是我了。好，60秒必须扣题。哎，假使係你去到符合表要用慢走啊？未強浪愛會那個先破過，但是。咱記得問個係濕的粉吼，可能好冇按黏啦，所以問燥的啦，燥的本佢全部混的，然後佢係破佢嘅芋泥個都是唔會按未掉出來。燥的然後濕的炸起來油嘛，係冇強用的嘛。燥的會好酥，因為佢濕的個餅是溫度，個粉漿是濕喺去的。啊，糯米椒做嘛個切，它好看。係啊，好看。沖條沒有誒。
你看师傅切嘅太輕哦，太細哦，係差唔多嘅。那個豆豉的話，是要先泡過水，還是泡過米酒之類的？米酒的，那條也是要用水小個洗過一下，係。為什麼要洗過？那個香梅唔係就睇咧，洗掉。會洗掉啲鹹梅洗睇掉。哦。好，那你要準備用咧廚師幫幫。哦，廚師幫幫啊！是我的，沒有。梗係用個廚師幫幫我咧。哦，60秒必須扣起。半途後高啲啲破下去，本佢梗係肉汁熟起來。哦。但是咪注意佢係太細地啦，驚佢梗係摸熟。嗯，不過好歹解下就先切過咧。誒。頭時佢話粉條爆香川芎咯，因為頭時係先冰落去嘅，頭呢都是直接冰落去。哦，因為本兩種是一種係炒本要梅頭，但是梅頭呢可能是會變色，你要下頭要咧都會變色，但是我記嘅香梅，啊留一啲啲等下水梅冰上去擺醬。哦，條根是會有青刺。係，啊因為啱咪用你係排骨用破嘅，所以你等下要搖咧，所以啱呢一道做唔得。怕強都要，我今日強腰。哦，好好。啊，葱條咪本佢煎到效果有點擦擦樣嘢嚇。嗯。好，條腰。你試一下。因為啱肉啲會要冰咧，所以你要做唔得冰強多。哇，好厲害哦！好，你連翻鍋都好好看。有埋米酒啊。米酒。等下係咩香港嘅醬啊？看佢嘅醬汁嘅多少。因為好豆豉的芡醬，好勺子直接我該排骨本去抓落去時候咧。哦，我試過咯。哎呦，鋪到咁好看呢。係。啊，等一下嘅之後係外國椒又係直接冰。直接冰落去時候咧。好。啊，好多真見動醬誒。哦。好，睇睇試下梅頭啊。多謝啦。好的。師傅都好厲害哦！因為家下地陪都要路過咧，所以你一下嗬，雖然個醬冇按到，咁我等下天窗係當然梅。好，就冇可能差一啲啲水梅，但個一啲啲就要。哦，我哋分兩擺落去加。冷然後加。係，或者你可以。哦，那個是最後。哎呦！用什麼是凍醬？什麼是凍醬？就凍醬哎。這樣子比較漂亮。香油嗎？香油。好，香煙是好嘞。哇，中盤哦！哇，好香哦！因為佢醬料又抓落去咧，應該是唔是勾芡咧？哇，好香哦！係啊，凍口水大家家下摸手度嘅排骨哈，全部都湊到那個手度摸強龍嘅。好，本太厲害，豉椒炒排骨，按鈕去後 C 咯。好，发妹都讲的嘛，手就品尝看哪里准备师傅做出来料理，大家来品尝看看有冇口用哦。要如果整要檢查，然咬下去嘅時候，嗰啲味道嘅香味是走出來嘅。韓國時就專門韓國嘅頭時嘅香味。佢哋都揾到醬料誒，都好食。子淳你覺得呢？好吃，有入味，而且肉也蠻嫩，夠嫩哈，叫先滷過。文書記你知道咧？軟嫩好吃，軟嫩好吃哈。哦，來看一下哈，呢個地中阿哥哈，你係非常專業啊，來談下嘅專業嘅評價。謝杜師傅哦，當我做料理哦，在炸時要補嘅時間哦，先來切過哦，在醃的時候它入味，吃起來很有層次，很好食。韓國因為記住先不用湯啊，就看到先炒過以後，跟住到吼盧師傅做嘅係該三種之地北度吼，該鹹甜啊水度好該。那我們哲安呢？我是覺得很 Q 彈，然後很好吃，可以下飯，很下飯。我們那邊還有哦。哦，等一下幫你介紹先哦。咁我問下阿鳳哥，然後你阿炳哥用邊來評價咧？軟嫩香。
暖是指他的暖男个性。暖男的暖。好，软嫩香，圈住哦，有嘛哈。还有讲的暖嫩香，其实就是跟我准备师傅啊，又暖又是小鲜肉，又鲜啊。好啦，跳前一毕业，唔讲呢马上开始卡就来拿出你嘅实力，进行最不迷馆挑战喽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嘴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。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好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我嚟睇下講一下哦，其實呢，日下正經係現代人嘅飲食無正常，三餐地度呢，上司也嘅無準備，也嘅又食唔辣，正經係食無按空間呐。哦，所以咱在做啲轉起福卡吼，似康英福康英做嘅福康英學嘅書節咯，聽出愛演戲嫩嫩。不過呢，我跟博謙就很幸福，因為你做了要到畢業一家之主，我們就得到元氣滿滿咯。因為大家呢都勞力了，看了不遺憾。不錯，今晡日兩關嘅挑戰題目，揾到演戲太不跳。躺起來非常的黏。我覺得等一下應該是能夠好好補一下，最近天氣又這麼熱，對不對？馬上我們看那風吹帶來的料理，揾到乜名誒？麻油松板豬，麻油松板豬哦，因為你最好食的是松板牛啊，是啊，而且這個那個中間那個它東部哦，蔥毛哦，啊，今天為什麼選這道菜當成元氣大補帖呢？因為我在作業的時候，我婆婆煮我最愛吃的麻油松板豬，又讓我元氣。你講樣就係主要本身哦，哦，你按搭先嚟講喲。今晡日用啲出料理來變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來看一下，因為應該片係豬肉嘛，吼。你今日要做嘅冇強肉哦，不過強肉嘅先係凍補，對身體來講凍補，我做嘅菜名係乜嘅？麻油鮮魚片。麻油鮮魚片。哦，你係咪凍好食嘅吼？不過做乜嘅會用麻油鮮魚片來做嘅元氣大補帖咧？家裡面爸爸媽媽都很天的時間有蔬果，還有阿郎這種滷的煮油嘛，它高蛋白質，加啲麵線哦，高麗菜，然後煮條就食得飽又凍暖和咁樣。哦，凍就麵線，未有愛用嘅機會煮本做安來食哦。也沒有啊，全部看下身。哦，為我行應係全部一起來好好補一下。好，今日帶來兩套料理吼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動厲害，動好，太棒了！好的，馬上出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，來哦。太前啱上到補都會拿麻油出來耶。應該用副菜有沒做的？沒做的，對不對？因為像我現在嘴破就不能吃麻油。什麼？中補嘞？中補啊，比較適合吃冰淇淋之類的。刨冰也可以。刨冰也可以。那個就不補了，不補了。然後，我先來切薑嘛，來爆香，腳尾香。然後乜個油？麻油。貼片的嗎？北港的有名的烏麻油。係香哦。姑嫂，今晡日這一道菜應該主廚是文秀記啦，哈。你講用幾時間給他們做嘢嚟講下？我要搞幾做啊？要搞幾做哦？有啊。不過子純應該4年還懂事吧？國小4年級。國小4年級啊，對啊，很年輕。用嗎？哈。快。好。你出菜啊，文秀記，係幾時間娘家娘做本事的嗎？是這樣傳下來的嗎？要娘媽媽？我家娘。nhà cá nhồng mấy anh này煮本身，nhà cá nhồng anh nhồng老補，你們anh nhồng老nhà先求補哦，傳承下去，好棒哦！本時啊，整呢下做嘅係乜嘅東西啊？呀，山藥。好，等一下個都上來哦，哈，一就先加油。好，你是要哭了嗎？你要哭了，想到媽媽幾時老做嘢嚟係冇？給媽媽抱，給媽媽抱。大家傻傻來看吼，哲安的表現哦，果然係科班出身的。但是我覺得爸爸在旁邊還是更厲害呢。那當然了，片切到安破，做乜嘅切到安破啊？
锅底锅全部要弄盐加油嘛。哦，这我们的切通太低，洗的时间好好洗，大概2-3公分，还要水度好。嗯，入口大小。这碗黑嘛盖？你还玩呐？你好，哎，你要补气嘛？讲到当归啊、人参，然后枸杞，然后蜜酒都会泡等，等下煮的时间还会出米哈夹。你去干？哦，你去干落去煎的啊呢？错，它出米好好吃呢。哇，所以根本也长得写鹅片呐哈。嗯，错。面线怎么个落去切到短短啊妞？刚刚哎，你好好吃，没大白你做生意，我全部拿到按过有冇？好酥面咩？酥面啊有冇？嗯，切啦，而你在出菜时间有冇？他唔会不能公法啦，讲要剪又对老人家讲说寿命这样剪不好，所以接下来切啦，它方便。他俩没用剪的啊，那冇用剪的，都用穿烫的。等一下那个直接好，哎你煮嘛有没有？哎。因为没下控甜了哈，哎，它清淡，不要太油。用碱呢，然后调身，民主讲的吼，用副菜有没有做得两种嘛？油有没有？看它都会碱，东香东后生，玻璃还不会安排，哦，一样好爆香啊。哎，真正很适合，你看这切个，用嘛新刀。哎，你也可以做两种，一个就是这般拿来用沙杯，这般用碱，哎，吃起来口感没冇咁柔。哦，这还蛮的呀。嫩哇！等下煎饼擦啊都做得嘞。哦，口感都好诶。其实用鱼片的哈，水酱基会散开来呢哈。没，你的刀工有没有看着那个纹路？有，你的刀工我放心。错。啊，因为我们又把骨头全部都去掉，老人家小孩子吃都不会吃到骨头。啊牛班哦煎的，人家有足哎。就是做你传糖嘛，让客人吃起来有不同的口感，有惊喜的。错。好，啊，先不应该煎就好，我先过去看咱吃。好。哇，这边嘛个？边啊，杏鲍菇，董澎湃耶，那个刁懂得，跟皇宫菜吗？杏鲍菇，川七，是女生在坐月子吃的时候是最美的。哎，有胶质，植物性胶质。哇，根本用的食材全系东部嘅食材咧。东部啊，米酒哦。该下系咪系要加调酒咧？系芒加？没有，我没有加。哦，该系马酒，该系什么？嘿。哦。诶，做嘛该该无先冲板肉来做啊？日本嘅肉啊，煮肉其他部位做唔得咯。冇咁样，你啊松板肉吼，切。嫩的，有发色，有嘛？啊，煮起来吼，cái口感冇咁样。我俩较贵呢。很怕啦，好吃就好。很怕啦，要就充满按钮呢。又好吃又补身体，那法拉用冻酱冻好吃。山药。标的时间没全部看到标，一个食材标落去吼。跟你聊肉拱还同好还么？嘿哦，那你有小的时候就去到文秀阿姨家不卡么？有，叫爸爸让我调教还同学。哦，亲上加亲呢。这学生时代就谈恋爱了，这样好幸福哦。好，你有表阿姨。里面没用贴片用边，他只要让它少一点烹调这样子哈。家等一下行会做嘛嘞？等下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抢菜不用落去，按钮就好食。还有调米，还有枸杞，枸杞一斤嘛该。米酒莫多听，这个是精华。对，好大怂啊！要不然也要给我们喝掉啊。因为挺紧重的呀。没错，对。你们在这边，我好紧张。那我们该骗。哎，泽安，好漂亮哦！那边的阿姐讲吼，我们在那边会紧张啊。我们现在过来，你会紧张吗？有一点。那我们过去。当归水哈，对啊，因为哇，然后要补得气哈，补气很好哈。你还没烧牛呢哈？哎，前面冻补呢，2片嘅食材全溶到冻好。所以2片莫加水嘛，全部系全球哈。哎，纯球嘿。还有铺底哦。哎，这个盘子。吃的饱。这个盘子。冬天吃的饱又那个。哎，是好了吗？对，这样就好了，好了。那有时间差不多来倒数了。好，来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出来吃看那最杯面一罐，那一部卡也个年戏太补贴，卡针的嘞。
今每年呢，俩出料理就真经厉害了，因为呢，我来老鸡太起个补起来哦，健起的，把身体补起来，相对风吹的，干牛做本新球色的料理，看了品尝。非常好吃呢。那你看哈师兄来讲，烟雨漫漫，真的啊，太香了。韩国嘅唱朋友吼，嘟嘟好就像家下讲嘅，切切说口感冻好，难怪莫忘其他人肉。当真的，子纯这样哎，你是要哭了吗？他要哭了，想到妈妈给谁老周年的什么？唔会啦，有暗号的心 Q， 一听会想啊，怎么？嘿啦，像么样？吃到这个料理，就会想到妈妈给时间对应动后呢。哎呦，抱抱抱抱，来给妈妈抱，给妈妈抱。然后哦，一个心 Q 就像家母的 Q 样呢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以后不要煮这道料理了，好不好？就不会哭哭了。对红色的啦吼，对妈妈哎呀呢。这时候你们再不给分，那边就要哭了。好啦，咁文书记咧，知道咧，给直接做马上去做料出嚟，就因为假用嘅用是做料本身。对，假用做本颜色，而且有东货，东货是有补形体，所以要传承下去。做本新球用色啦，好棒好棒，然后是睇下做动站的，全部人也是枪枪哦。哎呀，全副肉哦，问下这种阿哥吼，你看一阿姐吼，是都安用。咬出来，因为性冠毒就上到嘛感同的故事啦。你许多记得做个料理嘞。哎，你讲你要做料理有没有？不是为了老的，就是为了年轻的。而你的料理真的都是为下一代或者是上一辈的关怀哦，所以煮的每一道料理都真的很真材实料。像人家松板肉，材料又很多，又有杏鲍菇、高丽菜哦，川崎，这真的就是为人父母对自己的儿女所关心的呈现出来的。真厉害。安哥，你有感受到吗？有。感受到什么？父母想要传达给我们就是那个营养之类的。那你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呢？我觉得松板肉 QQ 弹弹，很有筋道，然后配那个青菜吃很爽口。韩国在地北都就加那个山药嘛，对，滑溜的，哎，很冻体皮咯，冻好吃。你一下看一下是蓝水嘅吼，哎，你个特种个，我是两个。吃过啦，来。好有米通还做动站的，真经当不完呢。哎，番茄来色料就番当好。要剪过古手工呢，炒，还家要用最后嘅卤，古手卤嘅口感是轻 Q 弹那样呢。正常，审美嘛正常。每站都好，还你摆做得好起来安呢。好，我问一下这种阿公，你自己做个凉面线，你去都用办？来手工面线哦，吃起来又不会粘牙齿哦，入口即化。有冇煎高一边有10高哎，吃起来口感层次面秒空中，算色香味俱全哈。对我们那个老人家来吃哦，都很棒，小孩子吃，没错。哲安，你觉得呢？我也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哪里好吃？就是很清爽这样子。好，两组呢都真经系师傅的站到吼，又唔但唱分享好料理，咩分享最难的心意哦。不过稍后来呢就来唱评审来评分呢。但相信啊，评审呀已经动手脑筋，都太按照了评分呢。唔怕移动专业不？先来请准评师傅抢分分数。南吹。好，等下看一下阿峰哥抢分分数。为什么这么该？迄两片高级村一家的梅头，两边是正常有记了处理了的当归啊、人参啊，又整个个酒又个香梅啊。即正常我讲你做麻油的这个倒一只个香梅啊，阿峰哥，你的想法是嘛个？我的想法是讲吼，该姜麻嘛，韩国别合煮对，本地该姜的味道，韩国出来是有好梅头啊。另外一点是来讲吼，你水梅好的时阵，肯定加麻干啲麻油，佢食到还有间麻油的梅头，好好食啦，吼。表现很好，谢谢。哎，应该不聊偏到像卢师傅讲，这个当归、人参真的是有补气到，哦，跟那个鹅控下面线控下，许多梅头如何清淡，很适合老人家食，好说不聊偏。谢谢，其实阿峰哥嘅建议做啲谈落去，因为佢系专业嘅专业咧，创嘅台式啊，唔讲系两组圈做啲共好，本期家长总上鼓励。谢谢。
阿娘不卡小农的料理哦，其实係冇辦法比較嘅。不卡你食到要得到年紀係最主要嘅。唔夠生下來呢，馬上就來頒獎咯！耶！好了，今日成績已經出來，講真嘅呢，有時候不想給分數，但是呢，把這個我們家菜金涵蓋一個禮品呢，送本台家長係最主要嘅。先來恭喜一下啦，因為藍翠呢得到3分。恭喜下藍翠吼，了解所得得到3千塊嘅加菜金，恭喜哦！恭喜！恭喜！風水咩係十分厲害，故說呢今日有2個禮物咯。哇！第一個呢係西代式深層護理的沖牙機，哦，牙一檔貼片。第二個呢係不鏽鋼手提咖啡保溫杯，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好，稍後咧就會問一下吼，呢個得獎阿哥吼，本單就係師傅啦。今日來到嗌到個節目吼，有冇感想做得攞大家分享冇？今日當歡喜來參加呢日家之主吼。你哋多福卡吼，煮嘅吼全部分爸爸媽媽給的10歲生吼，一定要想到他們的健康啊，吼衛生營養了得。你煮嘅料理其實就是對我們的家人、親戚朋友一個滿滿的愛。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多看看這個節目，謝謝。看呢做菜是非常享受，享受吼觀眾朋友吼，喺下面係強烈嘅享受。唔知有澤安哥吼，有感受到你阿爸對你嘅愛嗎？有。感受到就是他做給我們的用心，然後讓這客家精神繼續傳承下去。其實我用佢講到當重要嘅關鍵字就是傳心下去。但係爸爸兩台哦，還有上一代、上代全係做師傅，希望你可以把客家嘅美學那種傳下去，好冇？好，恭喜！今日呢，風吹做料理2次，其實都十分的感性。有家係後面是先有小子春，然後心情比較平復了哈。小花現在大家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的心情？你知道個人比較會壓力啦，比較會壓力。對。那有沒有什麼話二老敢用講的嗎？謝謝。唔該先。知道。好，我們文秀阿姨老太太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的心得？參加一家之主哈，真的是收穫滿滿，可以學習到很多的東西，尤其我們大廚做的東西真的是無話可說。我們的藍隊做的東西也真的很棒，都是學習的啦。你也得聽強的，其實吼，因為煮啊都係不開媽媽的米頭最好，比唔得傳統的。傳統的因為煮都冇不開米是好玩的。有謝謝，要再來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有聽到哦。好，今日真嘅十分的歡喜哦，因為你看，我們剛好出這考題也不簡單呢。踢館地圖，你看太乾兩組都出到，一個唔咩簡單食上好嘅食材，天呢嘅呢又是元氣大補貼，不但就當杯料理啊，唔夠呢度後，不想高流嘅時間，還有一些可以更進步的地方，就代表來天呢班再繼續來參加比賽咯，好唔好？好，好冇？好，眼冇糖到好冇？好。哎呦，幾都未講好。你看，聊到嘅節目真正當好看，你看教育老幾啊美食哦，全部人幾啊心 Q。韓國爸爸做得老幾啊美食哦，全部幾啊來哦。歡迎所有台灣嘅朋友夾嚟報名參加，歡迎你自家分享你自家國家嘅好美食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就等等你共下來呀，挑戰分享讓不開好美食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恭喜恭喜。